開始5分鐘國際學校新聞。各位家長留意，近期香港教育界有多項重要動態，涉及校園管理、國際學校學費以及內地生留學趨勢，每一件都直接影響家長與學生嘅權益，務必認真了解。首先關注手機風波。觀塘瑪利諾書院近期公布一項新規定，由5月中起，中3及中4學生返學時必須將手機鎖入指定儲物櫃，違反規定者將面對記4個缺點及沒收手機嘅處分。呢項規定推出後，引發學生強烈反對，事件更驚動教育局介入調查了解。學校方面表示，有關措施主要為減少學生課堂分心，同時加強校園手機防盜工作。但學生認為有關懲罰過於嚴厲，而且學校在推出規定前並未充分與學生溝通。呢件事亦反映出數碼時代下，香港學校嘅校園管理面對重大挑戰。預計日後會有更多學校跟進，檢討自身嘅手機管理政策。家長可密切留意子女就讀學校嘅相關調整。接落嚟係家長最關心嘅學費。隨住2026至27學年即將展開，香港國際學校學費排名正式曝光，當中頂尖國際學校高中部嘅全年學費已突破30萬港元大關，對部分家長構成不少嘅經濟壓力。其中學費最貴嘅前3名學校分別係：第一，漢基國際學校 CIS 全年學費達34萬2800港元；第二，李寶春聯合世界書院 LPCUWC 全年學費32萬4000港元；第三，恒立書院 ISF 學費緊隨其後，與前兩間差距不大。另外有市場消息顯示，部分國際學校例如 CDNIS 正逐步調整收費政策，以年度資本建設費取代以往嘅強制性債券，但整體就學成本並冇因此下降，家長嘅財務負擔依然沉重，選擇國際學校嘅家長需提前規劃財務安排。第三項重要消息，市場格局大變。根據內地教育機構新東方最新發布嘅報告，2026年香港已正式超越美國，成為內地學生第2大留學目的地，僅次於英國。呢個變化對香港本地教育市場同學位競爭帶來深遠影響。分析指出，內地每年有超過1300萬學生參加高考，競爭極為激烈。越來越多內地中產家庭選擇將子女送入國際學校，為日後報讀香港大學鋪路，規避高考壓力。與此同時，港府已將大學非本地生配額提升至40%，香港大學、HKU 等頂尖學府入學難度已與內地清華、北大睇齊。香港已從內地學生留學嘅備胎搖身一變成為首選，呢個趨勢亦會進一步加劇香港本地學位嘅競爭。家長需提前為子女規劃升學路線。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！ 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國際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